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宜兰有一个世间的船长，昨透早家己一个人为南方澳啊渔港驶船出港要来掠鱼。昨下晡海巡人员发现伊的船，但是船顶无人，联络伊的家属嘛找无人，怀疑伊可能是栽落海咯。再起海巡出动找人，希望会当有好消息。 渔船变去铺伫港口，海巡人员伫找渔民嘛来斗相共，因为有船长失踪去啊。对啊，在找啊。半暝，海巡人员了伫找，因为世间的船长依然下落不明。代志发生伫宜兰南方澳啊渔港，世间的船长伫昨透早一个人驶新光河出港。 下晡的时，海巡发现这只船，后来这只船去弄到岸边，破去了后，丙船伫港口伫漂流。暗时新光河被扭回岸边，今日海巡人员继续找人，依然无船长的下落。船天光光的时阵去找就找无啊，这天黑搁免讲。啊，拄啊，海钓船咧有电话迄嘛带洗骨头面嘛。嘛去斗相共个对。嘛是无看。 船友嘛真着急，昨下晡开始，海巡甲船长因兜的亲人确认人失踪了后，海巡甲这船友就斗相共咧找人，不过找一暝嘛找无。针对搜救规划部分，依照搜选优化系统，分别于南方澳渔港周遭以陆海空扩大方式搜索。 目前，世间的船长依然下落不明，海巡人员继续伫找，出动陆上14台车、海上3台搜救艇，也有1台无人机，总共出动40多人，希望讲会当有好消息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